做人要受欢迎，就要像情趣用品，大家都需要你，喜欢了就爱不释手，天天就是要找你，只要一天没见到你，就难过，就浑身不自在。做人要有情，心地善良就容易感动，越有情的人就越有情欢了。做人要有趣，一开口就很好笑，朋友听了开开心心，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很有人缘。做人要有用，大家有事一定找你帮。你真的热心又厉害，像你这样的朋友谁都要。做人要有品，讲话有诚信，说到做到，绝对不会随便说，不要忽悠。做人要受欢迎，就要像情趣用品，大家都需要你，喜欢了就爱不释手，天天就是要找你，只要一天没见到你，就难过，就浑身不自在。朋友，我们都爱情趣用品，你是我们的宝贝，耶，我爱你。朋友，我们都爱情趣用品，你是我们的